嘅二市場合作，如何從你嘅親密朋友同家人獲得支持。我相信有冷市場係你唔識嘅人，暖市場係你認識嘅人，然後熱市場係非常非常了解你嘅人。喺網絡營銷中，你有冇發現好多阻力係來自你嘅親密朋友同家人？你知唔知你充滿興奮咁出去，但佢哋就喺你嘅夢想上潑冷水？呢個就好似，或者你以為佢哋一定會加入，但佢哋卻拒絕咗你。我想教你點樣獲得更多支持。而家，如果你未去過你嘅熱市場，呢個唔係一個方法俾你做到。如果你去過你嘅暖市場或者熱市場但未成功，你可以翻去試下呢個方法。或者至少每一個新加入你生意嘅人都鼓勵佢哋跟隨呢個簡單嘅流程。咁俾我示範俾你睇，喺白板上7個步驟。如果你聯絡你嘅熱市場，第一件事你想做嘅就係要趕時間，唔好有太多時間。喂，我淨係得幾分鐘，但我想聯絡你，係咪？我幾分鐘後要走，但有啲嘢想同你分享。要趕時間，呢個只係一個吸引人嘅心理觸發點，明白嗎？甚至可能特別係對你嘅熱市場、親密朋友同家人。第二，讚美佢哋，讚美佢哋並專注於支持。感謝佢哋成為你嘅親密朋友，感謝佢哋成為你嘅家人，感謝佢哋一直支持你，感謝佢哋喺你人生中支持你，好嗎？喂，我真係好趕，我真係要走，但聽住，你有冇1秒鐘時間？喺我同你分享我想講嘅嘢之前，我只係想講聲多謝。你係我嘅兄弟，你係我嘅姊妹，你係我嘅朋友，你喺好事壞事都喺度。我知道你一直都支持我，我哋可能會互相開玩笑，但係如果真係需要，我知道你會支持我，我真係好感激。喺一開始有呢種對話係非常重要嘅。第3步，簡單地提及你嘅公司。簡單提及你參與咗你嘅網絡營銷業務。簡單提及下，喂，你可能聽過我加入咗一間叫做 XYZ 嘅公司，好嗎？然後快速地排除佢哋。快速排除佢哋，我嘅意思係咩呢？喂，你可能聽過我加入咗呢間公司，我對呢件事真係好興奮，但唔使擔心，我唔認為你係潛在客戶，我唔認為你係會加入我生意嘅人，呢個可能根本唔啱你，我唔係聯絡你嚟招募你，放鬆啲，好嗎？咁就提下你係你公司入面嘅角色，快速地將佢哋排除，然後第5步。講你嘅故事俾佢哋聽，同埋，如果你記得你故事嘅4個部分，你嘅背景，你唔中意嘅嘢，你揾到咗解決方案，你對未來嘅感覺，你嘅背景，你唔中意嘅嘢，你揾到咗解決方案，你對未來嘅感覺，所以你可能聽過我加入咗某某公司，我對呢件事好興奮，唔使擔心，我唔係想招募你。俾我講下我嘅故事，點解我會作出呢個決定？呢個係我嘅背景，呢啲係令我感到沮喪嘅嘢。我揾到咗呢間公司，我揾到咗呢個解決方案，我揾到咗呢啲產品，我對我嘅未來真係好興奮。好，就係咁，叮叮叮叮，好快。第6點，這很重要。要求支持，要求支持，同埋4種方法。
佢哋可以支持你，要求支援。喂，聽住，我趕時間，我冇好多時間，我只係想你知道，我好感激你作為我嘅兄弟、姐妹、父母或者其他，我嘅好朋友。我知道無論如何你都會支持我。你可能聽過我參與咗 XYZ 公司，唔使擔心，我唔係想招募你，我只係想讓你知道我為咩要咁做。呢個係我嘅背景，我唔中意嘅嘢。我喺呢間公司揾到咗解決方案，我對未來感覺良好。現在我打電話的原因對我來說意味着一切。你可以支持我，你可以做到。我有4種唔同嘅方法，你可以做到。好，咁我可唔可以同你講呢4種方法？你嘅支持真係好重要，對我嚟講真係意義重大。一，做我嘅客戶一次。你會唔會做我嘅客戶一次？你會唔會買我嘅產品一次？你會唔會試下我嘅服務一次？如果我開咗間餐廳，我會希望你至少嚟我嘅餐廳一次。如果你唔中意，我唔會期望你再嚟。如果你覺得還可以，好似你去過其他地方咁，我希望你會再嚟，因為係我。你會成為我嘅客戶，而唔係將你嘅生意俾其他地方。如果你中意，我會好開心成日見到你。我希望你會帶埋你嘅朋友或者鼓勵其他人嚟，好嗎？而家你可以做我嘅客戶，唔係永遠，只係一次。無論你公司係50元、80元、100元、150元或者其他，做我嘅客戶一次，買1星期嘅供應，或者1個月嘅供應，或者其他，做我嘅客戶一次，然後俾我嗰個產品嘅反饋。你會唔會咁做？你會唔會支持我嘅生意，做我嘅客戶一次？如果你唔中意，唔緊要，我唔會再煩你，我唔會再追住你。考慮下你嘅友情。如果你嚟我嘅餐廳一次，我會好開心。唔好意思，我會好開心。如果唔係你中意嘅嘢，我唔會期望你再嚟。但係作為朋友或者家人，我會期望你嚟一次。你知啦，俾小費俾侍應，你知啦，對我嘅員工好啲，其他嘢都係。你會唔會咁做？咁樣會好好。另一個你可以支持我嘅方法係，我可以練習嗎？我可以喺你身上練習嗎？我啱啱學緊點樣介紹我嘅生意同產品，我只係需要一個友善嘅面孔。我哋可以上 Zoom，俾我練習下我嘅小演講嗎？俾啲意見我。如果你俾我練習，會好好。從心理學上講，呢個點解咁重要？如果你同人練習，心理上係完全一樣嘅，好似向一個合資格嘅潛在客戶做完整個演示一樣，完全一樣。我哋嘅目標係教育。如果你同人練習，你會唔會教育佢哋？當然會。如果佢哋有任何創業精神，佢哋會試圖連接起來。咁你會唔會做我嘅客戶一次？我可以喺你身上練習嗎？我會令呢件事對你嚟講簡單啲，係咪？反正我哋都會見面。第三，你會唔會介紹啲人俾我？介紹啲人俾我。當你試過我嘅產品一次之後，你可唔可以介紹啲可能想試下嘅人俾我？如果你中意，如果你唔中意，都唔使擔心。你識唔識啲有抱負、創業精神嘅人？可能佢哋會適合我嘅生意。呢樣嘢會好棒，我會真係好感激。第四，你會唔會推動我？你會唔會推動我？你會唔會？我需要一個朋友幫我對我嘅夢想負責。你會唔會推動我？你會唔會關心下我？你會唔會確保我冇偷懶？
你會唔會鼓勵我做多啲，做得更好，更加努力？因為我聽講創業夢想有啲孤單，我需要一個朋友陪我走過呢個過程。你可以做一樣或者全部，但我會令呢件事對你嚟講容易啲。你知唔知？睇下，我希望你可以做我一次嘅顧客。我好想可以同你練習。我會令呢件事，你知唔知？我唔會佔用你太多時間。如果你中意我做嘅嘢，如果你諗到有咩人可以介紹俾我，就太好啦。但最重要嘅係，你會唔會推動我？我需要你推動我，做我嘅朋友。唔好打擊我，反而要鼓勵我。我想改變我嘅生活，你知唔知？呢個就係點解我同你講我嘅故事。然後第七，經歷這個，呢個只係跟進。佢哋曾經做過一次顧客，嗰次經驗點樣？如果你喺佢哋身上練習，我可以做得更好啲咩？如果佢哋試用咗你嘅產品一段時間，就問下佢哋識唔識其他人，可能都想要同樣嘅產品。聽住，我真係需要你推動我。你話過你會嘅，不時同我聯絡一下，即使係用短信，會好精彩，好唔好？所以你可能想睇呢堂課幾次。熱市場7個步驟，4種支持方式。當你最終提出要求時，你會提出要求。第6，你應該能夠喺5分鐘內完成整個過程，唔係跟進，但係所有嘢都要喺5分鐘內完成，好唔好？所以呢個熱市場方法，我想你諗下每一個加入你團隊嘅人。如果每個人都加入，會發生什麼？如果每個人喺今日之前已經加入咗你嘅團隊，會發生咩事？做呢個而唔係試圖招募所有人，你會招募佢哋。會有啲人加入你嘅生意，佢哋會加入，因為佢哋受到咗教育，唔係因為你係最低原果實類型嘅潛在客戶，或者佢哋係，你明我講咩？好，所以熱市場呢個係你點樣從親密朋友同家人嗰度獲得支持，用呢個方法你會得到更好嘅結果。好，我聽日見你，保重。